同一部嘅機咧，有人穩定行3年，有人半年都唔夠就開始跌板、降頻、周身病痛，差別到底喺邊度？好多人以為係運氣好唔好，其實唔係。決定中機壽命嘅係3個關鍵變量：溫度、灰塵、電力質量、運行策略。第一咧係溫度，佢機怕佢唔係高溫，而係忽冷忽熱。頻繁嘅溫度波動咧，會令到粒芯同埋焊點不斷受衝擊，內焦自然就會衰減。第二係灰塵，你肉眼睇唔到嗰啲灰塵啊，佢喺散熱片上面就好似幫部嘅機冚鼻噶，風量被塞住噶，溫度散唔到出去，唔穩定，壽命直接被壓縮。第三呢係電力質量。電壓唔穩，等於令到部康機日日心律不正。你可能覺得部機着到就得，但係老哥公只會佢一樣嘢，電穩唔穩。第四呢就係運行策略。有人夾硬拉高頻率，當部機係賽車離開；有人穩住功耗運行，等設備長期保持咗最舒服嘅區間。表面算力差嗰少少，壽命就差咗好幾年。所以呢，同樣嘅母機結果完全唔同，唔係部機有分別，而係使用環境同運行方式決定嘅，佢可以陪你行幾耐。